原来大罢免是烽火四起，其中伫台南市，包括民进党的立委林俊宪甲王定宇，民间团体已经送联署书。针对这点，林俊宪透早找其他台南市的立委做伙来反对恶性的罢免，也毋过无看到立委陈定辉。反恶霸，反恶霸，挺台南，挺台南。伫记者会，民进党台南立委徛几排，其中包括着林俊宪甲王定宇。罢免团体拢已经将联署书送到中选会。所有的里长，所有的菜市场、公庙的主委，没有人看过有联署活动。幕后啊，绝对是黑手啦，否则啊，不可能在无声无息之下就完成这样的联手的一个联署啊。这绝对是一个有系统性的。是讲台南民进党的立委拢总6成，这场记者会所敢若有5位，原来陈定辉无来。台南要不要反制罢免的部分？其实本来罢免就是我们一定都要大家支持。关于林俊宪委员的记者会，您有受邀？台南市的6席立委应该全部都是反对恶霸的，好。那不管有没有在场，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态度应该是一致。那台南，无偌久之前，民进党新北市立委甲党公职也拢做伙全力协助公民团体罢免。那国民党这边的罢免行动，虽然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定调以罢制罢，也毋过却传出公民在前，政党在后。佮要求党公职甲民意代表在现阶段要当以带头的身份参加罢免行动。党内定调，我想这就是中央党部这边来去做回应了。既然执政党发起的恶罢，那这样子我们也只能以恶制恶，以罢制罢。那发起这些恶罢的执政党，有没有人要负起政治责任？罢免案继续摊烧，哪力两大政党，变专家做公民团体挖客也备受关注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